白日敢当遮随便杀人？敢讲你唔惊我笑？哼！多谢大爷，多谢大爷。对啦，因为啥物要杀你哈？这有啥物代志？跟主人讲。你名叫做朱福。是啊，我自细汉就无爸无母啊，也我是来这个所在要投靠一个亲情呢，哪会知影拢总搬走去啊？是安尼，一直山骹迄两个人，哪会要杀你呢？这，因拢是贼仔嘛，不但要治我的班费，搁要爱我的命哦。若安尼，迄两个强盗，可能就是后山迄个土匪的了路啊！庄主，我是一个歹命人啦，只要有一个通住，三顿也食会饱，我什么工课都愿意做。所以，好，既然安尼，李三，庄主，你带我朱福入去内面，要找一寡较辛苦的工课好做啊！是。多谢大爷，多谢大爷。有影，阿怎？你这几工伫这个所在做工课，毋知会习惯阿袂哈？会啦，做习惯的。敢袂艰苦？袂啊，一点仔嘛袂艰苦。对啦，主啊，我甲你交代一下哈，咱这个后山有足一土时常出来吹骨甲，所以你暗时爱特别小心，尤其咱这个后门啊，这个飞后门你下边爱关个好势，安知无？好，我知。知吼，好。昔日我甲苗娘就是要对后门逃走，苗娘伊为着要夺回阮的囝，毋知伊现在是死也是死，苗娘。事情到底是甲我放进去倒呀？你甲我拖我过去的吼！夫人，你安怎？事情即摆人伫倒位？夫人，你甲你也无冤无仇，你是安那一定做爱甲伊害死？哎呀，这个贱人啊！哈！哦，你也敢破坏我的大事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事情即摆起厝，老实甲我讲出来。我确实毋知讲伊死伫咧倒位。啊，你嘴哪会遮硬啊？今仔日吼，你一定要甲我好好讲出来，若无我就。你抢走阮囝，无要紧，为着免扣要杀人。上天害你转做尽，一定会报应。在你心
拍死啦！会互你拍死。想想零零前，光眼可知有水莲。玉妹，玉妹啊！嘿嘿嘿。哦，咱你何必安尼咧？怎么看到我出来尔，活咧你就要行？我敢真是遐无你的缘。兄兄，想袂出来这个花园已经真久啊，我嘛应该要回房去。等一下，嘿嘿嘿，表妹，咱两个做伙遐久啊，你敢真是还未了解讲我对你的心意是无？啊？表兄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请你较尊重一下。表妹啊，当咱两个是表兄妹呢，你何必寄人千里之外？我敢真是遐顾你的缘啊？表兄，咱虽然是表兄妹，也毋过咱中间嘛是在守礼教。这要礼教，你莫讲遐啦，行啦。表兄，你放手啦！行啦。表兄。你这铁死，你是真大胆你！医长啊，哼！想要交你这个无寸进的奴才，算我痴迷哦！再去收留你这款人，你给我出去！你即马就给我出去！医长，出去！出去就出去嘛，我敢来带恁遮哦。哼！爹。这摊生意有够大摊啦！啊，若互我挑起来哦，我会使互我食个重尾。哎，各位兄弟啊，阴暗大家都爱较骨力的哦。是。大王啊，咱千万啊，唔通轻视王家庄才好哦。王家庄自王元月以下，每一个人功夫拢袂歹呢。什么？哼！你了做你安尼讲，我都会惊伊是无？大王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意思是讲，众兄弟大家也是较注意就好啦。哼！我飞天霸，行过大江南北，啥物看到高手拢把拄着啦。迄小小一个王家庄哦，迄无够好看啦。是，大王啊，
咱这代志若是办成功以后，唔通袂记得我有一份哦。还阁有，还阁有，我想起来，是毋是迄庄主的查某囝？对啦，迄个才是我的心肝宝贝咧。迄无问题啦，你放心啦哈。大王，安尼好，咱怎一言为定？啊，我这阵先倒转来去王家庄哩。阴暗3更若是到，我才拍开门，互众兄弟入来。好。大王啊，咱阴暗吼，这个计划若有啥物款临时变卦，你着派人来王家庄，甲迄个顾家的李三讲，啊，伊就会来甲我转告啊。李三什么人？嘿，伊是王家的庄丁啦，阴暗拄啊轮到伊顾家咧。迄个人有可靠啊无？放心啦，迄我家己的人绝对可靠的啦。好，咱就安尼决定落去。安尼好，我先转啦。来，各位兄弟，来，为了阴暗的代志，大家干一杯。好，干一杯。3更，初更都还袂到，搁3更。对啦，吼，外口搁遮热，入来内底叫朱福替我顾更。3更的时阵，我才来甲接。有你，朱福啊，开门啊！朱福啊！哦，开门啊！是啥样？对啦。啊，遮尔暗啊，哪有啥物代志啊？就是有代志，毋知要叫你。这暗啊，敢有啥物代志哦？哈，我叫你就是有代志啊！我甲你讲，三爷今仔日啉一寡酒，咱庄内袂使无人顾家，所以你去替三爷顾家，吼，三爷来困着。三爷，我明仔载工课还足济，我明仔用个下暗无困的咧。啥个呀？哦，你愈来愈好胆咧，参我讲的话你都无咧甲听啊？英啊！三爷，我跟你讲吼，你去顾家3更的时阵才来叫，知影无？吼。3更哦。晓3更，我跟你讲哦，3更假使你若无来叫啊吼，我明仔就甲你讲断你的骹骨。戆头戆脑，会使搁困几点钟久啊？哎呦，我要寒死，叫我就来顺更。
什么人？你什么人？弄出啥？你要创啥啊？你即摆恁从即个二条摕到恁老少爷，讲阮即个首领已经从即个计划改变，下暗离间就要开始行动，知影无？离间行动？迄是行动什么啊？啊，这你免问了，恁从即个二条交恁老少爷就是，我即摆要我转来向阮首领报告。哦，你是阮少爷的朋友哦？啊，用我话莫讲，恁去就是啦。是什么代志遐要紧？着爱即阵拢紧摕去。插伊啊，去摕去就甲摕去嘛。阮咧后尾门啊都关咧，迄个人是对倒入来。啊，离间行动，首领，哎呦，安尼唔知啊，土匪，你甲阮老爷讲哪会用的啊？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较紧的啊，较紧开门的，较紧的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较紧的，较紧的。老爷，这你看卖咧？什么代志？我伫遐顾见的时，有一个人对迄树叶跳落，啊，甲拍一个讲两件行动。老龙，是要教你叫人甲土匪串通，就来打击我王家庄。来，你准备好势？我，你想啦，你俩讲的是？准备好势啊！好，走，走。恁中计啊！好起来！杨队长，要若无我，互伊成死。